天后好趣味，随意好料理。哇，水哥，哎，你顶回吼教我做迄个菜脯呢，好食，但是今仔日这看起来那准是菜脯两个班路，但是这料拢无共料拢无共啊！你看个木耳，个有肉，会惊要做这道吼，叫做鱼香烘蛋。来，你先看两来。好，来我看。先看两。对，这我有学起来。有学嘿嘿。较袂讲一粒派全部。对，嘿啊，开始较紧的吼。我尽量啦吼。来。你唔免伫我面头前安尼害我。是啦，较紧。害我看起来那阵就戆骹戆手的咧。好，来6粒。6粒。好来，啊你来一丝啊，迄个盐互我。盐。嘿。虽然咱等下这炒较重口味哦，但是咱两内底本身嘛是要有一丝味。安尼有够？有够。搁要来吧？安尼就使。来，你来看吼，咱这两吼，两年甲两白的所在吼，对，有一这个大，有吼，有一这两个白所在，这吼一定要个拉开。来，这我拉了。一定要个拉开，啊无你若拉无够开吼，咱等下落去，因为这道吼伊两算半煎煎啦。半煎煎哦。半煎煎，因半煎煎较会蓬。所以就是这个白白这个，个捞开，啊，无你等下规个这个烘蛋吼，起吼，伊捞这个拍无开的所在，伊就迄个会定啊，就袂松，较香的，太香，安尼，夹安尼，哎，对，尽量爱拍较焦的啦，等下落去吼，伊碰的会较平均，啊，无你来有2000到2年吼。若无开，你等下煎落会关机。所以其实足侪做两个料理，头一步上重要的口感有好歹，就是这头就拍开。拍两，对。你看袂落啊？较紧啊！你若菜脯卵就较无差，但是你若要做这个烘卵吼，就一定爱拍较焦温的。哦。对，拍烧烤要发起来，你看看。啊，我若用迄种人去做鸡卵糕迄。哦，会使。迄嘛会使啊？会使。啊，其实这道菜吼。撇步就是干那咧煎这卵啦，半煎煎这个卵的过程真重要。做了有成功无成功，就是看这个卵准备好无？起来等下落去煎起来，煎起来有碰，爱碰，袂当边啊。袂使，边安尼嘛无要紧，咱就当做菜脯卵来处理就会使啊。对啦，口感无共啊。所以其实同款的物件，同款的做法，迄手路差一撮就是无共菜。就是无共。哎，对。真可以。来吼，这个时阵操作吼，咱各位妈妈姐姐哦，点做咧操作的时阵吼，爱细腻，因为这油温爱非常的悬。哦，这路采用悬温。对，所以爱记哦，咱等下要用到物件吼，老经有拄到烧油的物件。一定要切好大哦，无迄水会憋起来。嘿，你只要有一滴水吼，伊会起迄个油爆会冰，会足危险的。或者快要烫掉。对，那像咱一般妈妈有啥物煎鱼啊，就拢会叫油喷掉。就是你切无够大有水分。所以只要是烧油的物件，咱水分都要切大。对。烘卵吼，上重点就是油要分做2部分。哦。啊，咱这个锅烧，温度较袂伤高。咱是要有这个鼎温度烧起来一寡。对，啊，咱倒一撮油伫这边。所以油温悬的时阵看起来就袂输那水啊。对，啊，另外有咧称的呢吼，表示温度够，来，这两个都。哦，膨起来，哦，啊，膨起来，中的无够嘛，咱用最油中个淋落。哦。两个位顶悬下骹做一届啊！对，啊，伊就愈碰。哇！你看这客先过2个。输赢就伫遮啊！输赢就遮啊，所以第一点要碰油爱安那。啊烧。对啊，卵爱卡咧安那。拍好开，拍好发，拍好焦。对。哦，啊，差不多咯，你看吼，咱这个对咧吼，咱对啊足多油嘛。对。油先甲倒出来。全部拢爱沥出来。不要紧，咱等下搁用一个沥来，啊，咱即马来拿这个大机来。哦，安尼有碰无？真碰哦！你一般煎卵捌煎过遐碰吼？唔捌，这是因为油温悬的。哇，水咖！好来啊，你要倒来啦。我爱离到遐清气。对，安尼等下就唔惊起伤油啊。
过来咱就开始炒咱的料。哦，趁即摆这个时啊，间对，来先抓姜，姜，姜先炒一下吼。后尾要煸芳起来。嘿，姜较难炒，啊，蒜头吼会较紧乌。哦，哦，所以咱那先姜落炒，啊，开始炒咱的肉。啊，咱来吧。啊，过来这木耳嘛是较甜啊。蒜头嘿，蒜头，过来是蒜头，对落啊。嘿，还有一个工课互你做。对，啊，好，差不多炒这肉变色吼。开始变就可以啊。对，咱会得搁一丝丝的油好我来，油，来搁倒一撮来。好，我来啊，迄个豆瓣酱啊来，来一时两匙。一时是，哦，一句了，无啦，我唱歌唱一句了，唱歌爱版权。哦，一时来，爱偷三匙，来，过来，较紧的，较香的。第二时，来，过来，第三来，嘿，来，可以，过来一撮，过来一撮。过来就算。我足介这豆瓣的味。好，对，芳。哦，来，啊，木耳好来，木耳来，木耳来。木耳要炒者，木耳有加一个口感安尼脆脆安尼。哦，哎对，所以有的软的，有的 Q 的，有的脆安尼。对，啊炒啊来下雪水。为什么即摆下水啊？安尼因咱等下去迄个有雪汤汁吼，迄两较食会条啊，较会食到迄汤汁。哦，才会缩，迄味才会缩做好啊咧。对。哦，好来，这就是一个小撇步。啊雪汤我来，糖，哎，两匙袂要紧，两个无要紧。哎，因为豆瓣咸。好，OK，会使来雪豆油，豆油。啊，这该人用何油？拢会使。就是看你啊咧。嘿，好，先说我先试一下咸汁的。好食无？来，迄个豆油过来刷。豆油过来就算。好，来，咱唔惊人食，这样食。 OK，无问题。啊，这敢爱缩个大？无，咱来看雪粉，哦，搁看粉哦。嘿，看雪粉，用太白粉。用太白粉水哈。这看粉的水落的时阵，就是爱拿拉。哎啦，啊袂结规完啊。爱安尼用。嘿，对。来，爱刷白醋好来。哎，搁爱醋。嘿，带刷白醋。这个醋的原理又搁是啥物啊？哦，迄个其实醋的提味，醋的提味。会提味。啊，刷红油。嘿，刷香油。哇，所以醋吼爱记哦，咱白醋唔通伤炸落去，白醋是上尾啊。因为你白醋你一直煮吼，伊酸气甲香气会直直减去。哦。所以咱为什么讲哦，你定边醋，乌醋嘛是咁款啊。就是上尾啊。要起来时阵，这边啊定底烧下者，哦照伊的烧度吼，互伊迄个香气甲酸气起来。所以顶边醋就是提味。对，所以你袂使开始就等落去煮落到尾，迄味会无共去。好来，咱这个，哇，来，啊，咱这葱仔花甲起落。这道菜重点的味道就是这个煎煎，这个软的时阵。小复习一下，就是油温爱悬，嘿，啊，一下落安尼，啊，过来二大的时阵才来炒料。对，来，这个风蛋吼，大家点做会当开始家己落去学来试看卖、煮看卖、食看卖。